出戏其实一开始我接到邀请说可以参与这个剧的内容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期，制作团队要做的这么深入跟细腻。真的整个团队用了很多的心思，不断的尝试各种设定，甚至我们想要把那个要说的事情说出来。也因为社会责任的问题，其实我们对一些比较困扰的剧情啊，我们也有做了很多伦理上的考量，然后希望它是一个可以合家观赏，然后能够在有希望的状况下，又传达我们的关注，传达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孩子多么的受到忽略或孩子的压力，还有父母亲之间一定要把自己处理好，这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也希望能够邀请大家观看，甚至让这个声音就是对孩子的需求跟家庭的幸福有一个更普遍的一种共识，可以有在社会上有一些回响。